上次同大家介紹咗2023年1月1日起生效嘅外地收入免稅制度中有關境外不動產或者動產嘅規定。其實當中嘅機制係主要針對跨國企業，唔同嘅離岸被動收入同處置收益或需要交返香港利得稅，而香港實施指明外地收入徵稅機制 FSIE， 或者與我們嚟緊介紹嘅幾個原因有關。一、為咗符合國際稅務標準。根據最新嘅國際稅務標準，納稅人若果要喺某個稅務管轄區之中享有稅務優惠待遇，就必須係該稅務管轄區進行實質嘅經濟活動，而且當中所賺取嘅相關收入同該實質活動應該有明確嘅聯繫。所以，為咗適應同遵守呢啲國際標準，香港需要調整稅務政策，以確保合規性。二、調整政策以應對歐盟嘅要求。歐盟係其最新嘅指引之中，明確咁指出處置收益屬於外地收入豁免徵稅機制所涵蓋嘅被動收入類型，因此香港需要對其稅務政策進行相應嘅調整，以確保其稅務制度符合歐盟同其他國際稅務機構嘅要求。三、防止跨境避稅同雙重不徵稅。全球稅務機構越嚟越重視打擊跨境避稅同防止雙重不徵稅。通過實施 FSIE 機制，香港就表明咗其支持呢個國際稅務原則嘅決心，並致力於防止企業通過錯誤申報收入來源去避稅。如有其他疑問或需要進一步的稅務建議，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 CK。